上帝，上赞美满天地，过去将来将来，永远拜。即摆请各位兄弟献开109首有法。609首。伫主听堂内面，因为即首歌大家拢做熟，咱就唔知就好啊。来吟561首。561首，赐阮智慧甲慧力。较等来吟2集就好啦吼，来，赐我智慧甲慧力，无论大智有啥做有，赞愿贴福行兄右手，赐我智慧甲慧力。第1集过来一摆，来，赐我智慧甲慧力，无论大智。听堂天父，感谢你授赐阮即个美好的早起时，阮就一遮做伙来敬拜你，求你庇望阮的心。阮知影规个礼拜的听书内面，只有一位观众，就是主上帝你。阮所有参与的人，无论是会众，无论是献诗、诗会，还是主理的牧师，阮拢做伙演出一个敬拜你的一个表演。求你会当悦纳今仔日。阮所献上的，咱将下面的时间将献交伫你的手，用主耶稣名来祈求。阿门。
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喙着拄起邪僻，你的喙唇着离开行业，你的目睭着直直看，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三甲来吟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请起立。请由愿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立的，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入到，你的旨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做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士，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上帝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6篇。启应文第26篇记载伫诗篇111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
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这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世上万物由你创造，宇宙的时间由你掌握，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自集散会的时。你想使新生的性命，也带走伫地上劳苦的灵魂。愿欢喜影子婴孩的出世，少年遐会捌陪伴伫阮身边的先人。主啊！你国照阮的时，为阮安排道路，诚做美妙，也互阮劳苦、受试炼甲重担。你安尼行，阮袂嫉妒你，因为阮深信你疼阮。阮的软弱总是毋是照阮所爱，是照你所爱。你一切所做的，要永远伫咧。旨意伫正，行伫你所陪伴的道路，阮就得平安。求你诚做阮的石伴，阮就袂惊吓。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就袂作梦。求你指引方向，亲像天顶的启明星，阮就袂失迷。主啊，阮是羔羊，你是牧羊人，你是门。伫国外节将要临到的时，阮少年，你差遣你的囝，为着阮的罪来受苦。总是阮一摆搁一摆违背你，你一摆搁一摆赦免阮，亲像老爸婴子翻头的浪子。主啊，愿满心感谢你。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圣歌队，伊要唱的歌是《啥款会听》。
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36节至50节。新约《路加福音》第7章36节至50节。台语的圣经新约第75面。路加福音第7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相甲食，伊就入法利赛人的厝坐倒。拄当城有一个歹妇人人，知伊坐倒伫法利赛人的厝，就带香油的玉罐来，
徛伫耶稣的后面，我伊的骹伫蹄口，有目屎滴打伊的骹，就用伊的头毛拭伊，搁接接浸伊的骹，用香油抹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安尼，心内想讲：即人若是先知，的确会知蒙伊的人是治水，搁是虾米好的负责人，就是歹人。耶稣应伊讲：西门，我有话要甲你讲。西门讲：先生，请你讲。伊就讲：某的祭主有2人欠伊的债，一个欠伊500个银仔，一个欠伊50。因既然无通还，祭主就赦免因2人，安尼就打扰一个较疼祭主啊。西门应讲：我拍算是迄个互伊赦免较侪的。耶稣甲伊讲：你所断的是对。就外头向负责人甲西门讲：你看见即个负责人无？我入你的厝，你无用水互我洗骹，若是伊用目屎滴打我的骹，用头毛拭伊，你无甲我浸，独伊对我入来的时阵，浸我的骹无煞。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若是伊用香油抹我的骹，所以我甲你讲。伊罪的罪过已经赦免，因为伊的疼是多；若是得到赦免少的，伊的疼也是少。就对负责人讲：你的罪赦啦。当道的人心内讲：即个在赦罪的人是虾米人？耶稣对负责人讲：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倒去。以上讲到，请张牧师，伊的题目是爱与距离。同心咱做伙搁一届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保守阮对四面八方，伫你的疼的启明下，阮来到即个所在来成立一个圣会，起祭坛来敬拜、来感谢、来学乐、来恳求你。主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来设立你的宝座。伫大灾祭期，阮特别进入伫受难周的时，主阮听见圣歌对水的歌声，阮伫遐思考，当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阵，阮是何等的受气，何等会想要报复。若是主一个无罪的人，为着阮的罪，欢喜来行各各他的道路，甚至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来替换阮这本来应该受定死、应该伫上帝公义中无法度徛在的罪人，会通得到一个顶头生的机会。伫主你的赎罪、你的恩典的中间，阮凭着信，会通搁一摆恢复阮甲上帝你亲密的关系。主啊，你是阮伫天的爸。今仔日阮做你的囝儿，伫这个世间，你知阮的软弱，阮为着真侪代志心怀不平。阮看见一切事的时，主阮感觉非常的艰苦，失落迄个平安。恳求上帝你帮助这个世间脱离罪恶，脱离灾害，互阮会通伫主的疼内底结合，做一个疼的团结，享受地上天国的生活。伫受难周的时，阮看见主你各各他的脚业，搁一摆来提醒阮，搁较疼你，搁较感谢你，
也搁较愿意跟缀你来行。因为在阮伫即个所在学习，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通过人有限的了解甲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会刺激着阮的心，互阮搁较听主，搁较听人。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我先对一个笑话来讲起伫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笑话。伊咧讲有一阵查甫人已经结婚的查甫人，伫酒店底下咧啉酒，忽然间一个提议讲，咱来发一个简讯互家己的太太吼，甲写讲我爱你，你看遐太太会有甚物款的反应安尼，大家手机摕起来就我爱你就传出去。第一个收到太太回批，果然无错，是拄结婚无偌久，迄20几岁。因太太马上回来讲，我嘛足疼你，我嘛足爱、足想你安尼迄个结婚10几年、30几岁吼，太太讲你酒是啉伤多吼，你喝多了吼，愈来愈歹。40几岁讲你是要发烧咧，你没病吧？50岁讲你发什么神经啦？60岁讲你食饱伤用吼，伫咧甲拢甲遐个夫妻果档伫遐啉酒安尼，伫遐足真无聊安尼。大家咧等迄70岁吼，拢无收到迄个回应。70几岁，迄超结婚超40年、50年的吼，无收到某的回应，转去才知影讲，因某直接吼靠因囝讲，恁爸头壳小有问题可能阁无久明仔载去病院吼，甲伊挂一下号咧安尼。即个笑话，听会笑，总是检测有咧表达啥物吼，有咧表达一寡信息吼，特别伫夫妻婚姻的关系观。我咧想吼，如果是角色互换吼，这个女的吼发一个迄个我爱你吼，或者查甫的吼，互恁翁吼，恁翁你想恁翁安怎回？又看卖，看我恁翁要安怎回？我袂当代表查甫的啦吼。总是吼，我咧想吼，为20岁到70岁吼，可能加一句啦。知道了。大概是安尼啦，咱袂晓表达感情啦吼。我毋知恁礼拜三恁遮大家去讨论看卖，看你大概安怎回，恁翁大概安怎回。情感的表达无啥共啦吼，查甫确实会无啥共。这是另外一项，伊即个笑话用结婚的年龄吼年数伫遐咧看，是毋是真正人伫结婚久了后，对夫妻中间迄个疼的感受会愈来愈麻痹去，会愈来愈感觉这都真自然，也是讲这都应该是安尼来迄落。咱常咧讲物件有赏味期啦吼，即个物件你当时以前食较鲜啦，疼敢有赏味期？会使当个冤家哦。疼无应该有赏味期，敢毋是安尼？讲我结婚的时阵，我恋爱的时阵，我的疼是100%。随着结婚的年龄，大家距离越来越近，疼煞愈来愈少。到结婚70年、到70岁、80岁，结婚50、60年迄个已经臭腐去袂食哩啦，已经完全无感受咱敢会安尼？有时咱感觉讲结婚的时阵，甚至谈恋爱的时阵，敢感情咱上有感受啦。对方一个眼神，对方一个动作，一句话，你感激感动总是经过遐尔侪年了后，已经结婚大家做伙斗阵生活遮久久离非常近总是迄个疼敢若煞无去远了吼。我想这2礼拜上侪的即个新闻的八卦，就是即个神仙伴侣吼，即个日本的迄个国民女神，从细汉大家看即个囡仔大汉，福原爱安尼先后拍乒乓，甲咱台湾的即个桌球王子遮查甫的缘投，查某的水，
总是咱看见因代言真侪幸福的产品啊，等等遮的，总是是毋是会破灭去？我看新闻伫迄个所在，逐个咧探讨讲，因两个婚姻是安那行4、5年、5、6年了，变做安尼，文化差异啦，也是对婚姻的期待，本来是茫安尼。我想咱逐个咱每一个结婚的人，我想咱拢同意这啦，一定有差异的。对婚姻的期待，男的、女的，也是各对对方的茫，有社经地位的差异。我看上伤的就是报纸咧讲女的收入是男的37倍，所以因本来就是一个高攀的，也是一个婚姻。社会压力各种的，大家咧指指点点因两个少年人的即个关系，这咱真传统的观念。伫迄个中间，到底即两个青年人，即对夫妇，因要面对即个外界对因的看法，甲迄个压力，毋是咱真清楚看见所有的关系，毋是干那夫妇哦，包括咱甲囝儿的关系，也是各方面咱的关系哦，毋是干那讲恁两个疼安尼就好啊，因为周围还佫有其他的关系会去牵扯，所以咱看因。即对日本迄边就讲因婆家是安那霸凌啦，安那因小姑是安那来迄落，这甲迄个哈利王子因兜嘛共款，都一样的事情，外界关系去影响着因两个中间的迄个关系，要安怎克服彼此，特别是夫妇中间即种的差异性，是一个足歹学习的功课。对于已经结婚的，还是还未结婚的，拢是共款。有时伫咧谈恋爱的时阵，袂去碰触到即个问题，总是这真实际。到结婚了，婆媳的问题啦，夫妇中间对金钱的处理啦，对囝儿的教养啦，各方面迄个要甲巧到好势来吼，实在是。可能你到咱离开世间，咱拢抑搁咧努力即个功课，总是这是必须咱爱去面对的吼。所以主要头先迄个笑话是咧讲，伫婚姻的中间，咱定定感觉关系已经固定啊，阮就结婚啊，阮就夫妇啊，所以即个关系你就足放下了，你就无去甲经营。无去甲注意，无想要搁较进一步来促进这个关系，所以非常的深刻的感觉就是关系是活的啦，是动态，毋是死的。这甲火共款，你火无去甲压，无去甲注意，自然就是枯萎去。所以我偌过以前咱咧讲台湾话咧讲，有行才有亲。有沟通才有了解，你若无行，即个关系就无伊啊啦。你搁较亲的人，你10年、20年、30年莫去联络吼，搁见面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加真疏远去。关系一定拢得爱去注意、去经营才会使。需要去看，特别咱伫婚姻的中间的人，检查恁结婚、金婚也是几年啊？有时来讲到底咱即马情形到底是甚物？即个彼此的迄个关系中间，迄个有法度咱会疼。如果你感觉即段的关系是你伫世间真重要一个关系，即马咱咧看哈利王子，还是讲即个福原爱因即种的婚姻，咱咧看讲到底恁两个关系有法度通赢过社会，还是？家庭也是各方面互恁的即个考验，也无共款啦。咱对上帝关系嘛要经营。你甲上帝关系若无去经营，自然是疏远去，自然就无去啊。以前读册的时阵，定定有一句话讲：学如逆水行舟吼。你咧学习，你咧进步，你若无较注意、较骨力读册的时阵不进则退，因为迄关系是会流动的。疼嘛是安尼啦，疼你若无去甲经营，无去甲注意，去甲
用互好势吼，即个疼的关系是一直消退到有一天就无去啊。所以，咱甲上帝关系是安尼。彼得甲耶稣的关系吼，我用伊来做例。我想咱同意讲，耶稣12个学生内底检查伊甲彼得的关系上亲密。不管是伫甚物款的场合，伊拢带彼得伫伊的身边。啊，彼得也是一个真好处，虽然伊是讨厌人，总是伊是第一个见证耶稣你是基督，是真活上帝的囝。最后晚餐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讲，我甲耶稣的关系，就是为着你，伊来死我嘛甘愿，绝对要军底到底。当克西马尼园要受掠的时阵，伊真正举刀起来要甲遐个兵丁来赔命，总是迄个关系伫一瞬间就马上改变。到要去大祭司的厝的时阵，该亚法的厝的，等于发现讲我无法度通面对可能来的即种压力的顺利3摆无认主来照伊家己对耶稣所救助的来做。耶稣嘛同款，耶稣伊甲彼得经过遐侪代志了后，伊非常肯定彼得的能力，也是讲彼得伊伫教会的即种的造就啊。伊讲我要将教会建立伫即个石盘底，伊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真活上帝。即个石盘的观点，教会要建立。伊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来交互彼得，是非常的清军。总是耶稣嘛捌责备彼得，讲你是撒旦推去后壁，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迄个关系有时会瞬息万变，啊，毋过迄个关系是用啥物做基础？所以我真爱约翰21章，当耶稣甲彼得经历过遮尔多大小小代志了，彼此相当的了解了后，国外耶稣问彼得一个上简单的问题：你有听我无？经过遐侪代志了，你敢还阁有听我？你今仔日我呼召你来军地我，3年前我呼召你来军地我，到今仔日我呼召你，意义无共啊，迄个听也无共啊。你真正有听我赢过这一切啊无？所以即个约翰21章，就互我想到一出电影，你毋知捌看过即个电影？1974年的彼得·翁德鲁乌上提琴手啊，即对犹太老夫妇音乐剧啊，足好听。你即摆毋知应该找得到无？你若有机会转去看伊生5个查某囝啊，伫迄个外邦啊苏联的所在，伫遐咧生活。犹太人有伊的传统。啊，阮犹太人就是爱嫁犹太人，啊，老爸的愿望就是阮大查某囝就是要叫迄个卖牛肉，因无咧卖猪肉啦吼，卖肉的迄个好野人，啊，阮查某囝较毋免去受苦，总是查某囝去爱着一个散车的裁缝师傅吼，啊，第2个去爱着一个迄革命分子，第3个去爱着外邦人，所以伫迄个所在讲tradition吼，阮的传统，阮的观念啊，甲现实迄个现实迄种的拉扯，最后咧讲遮个代志。伊讲哇，这查某囝对爱情遐尼执着吼，啊，所以2个阿某伫遐咧讲啊，中间有一段就是讲，你敢有听我？哦，已经结婚了。因某讲即奇怪咧。我20几年来替你洗衫、煮饭，互恁食生活的查某囝做遮尔侪代志，啊，你问这毋是白问的？我咧想无一定白问啦。伫婚姻的中间，有时退化到咱干那咧尽责任尔啦，听已经无去啊。所以迄个老翁甲伊讲，我拢知影，你为着即个家庭，为着我付出遐尼多，总是你有爱我无？你有搁倒转来迄个基本，今仔日你做遮个代志上基本的原动力也无？这是问题的核心，就是听，但毋是你做偌侪代志。所以有时如果伫灵修伫基督的中间，耶稣若问你讲你有听我无？你会亲像这个老母甲你讲，我为着你服侍遮多啊，
我献身做牧师，我伫长老半工伫遐来服侍，遮尔迄落。啊，你问我这是啥物意思？是有时咱是变做，家己已经失落对主的听，我是咧尽我的义务，尽我的责任。社会互我即个态度，互我有即种的迄落，我都爱做遮个代志。总是我无感觉疼，我已经无感觉迄个疼伫我的心内。无怪主要说伫迄个马太7章2:20遐就讲后来有真侪人甲我讲主啊主啊，我为着你的名咧传道，我为着你的名咧赶鬼。总是主讲我毋捌你，你是做歹的人，因为你对我无疼。最后说咧问讲你问彼得，今仔日可能也咧问咱伫第一代也好，第四代也好。你经过4代了，你今日来做礼拜，我逐礼拜咧做礼拜啊，我咧奉献啊。你若问我讲我有听你，伊咧问你讲是啊，你今仔日还佫有听我无？我想咱今日倒转来即个咱今仔日的圣经节，啊，我看圣经福音书，耶稣捌参加几个受邀请受邀请去参加几个宴席，大概有3个，我毋知算有对。第一个是迦纳的婚姻。宴席，伊拄出来传道的时，咱会记得迄酒无啊吼，啊伊伫遐变水做酒，啊伊的老母也有参与即个迦纳的婚宴。第二个宴席是马太拜色的宴席，伊呼召马太来跟第一，马太是一个抽象的人，伫当时是犹太人，认为讲即个是替外邦政府咧压制家己同胞一个歹人，啊伫遐为着智慧家己啊。拢是歪哥，拢是歹人。啊，耶稣坐倒伫马太的厝。啊，当然马太交的朋友就是真侪共款职业的人，啊，互社会看做歹人的，就来甲耶稣做伙坐倒。法利赛人看见就甲伊的学生讲：啊，恁老师哪会做即种的代志？甲遐个抽象甲歹人相甲食。耶稣甲歹人做伙食。或者法利赛人讲社会观感不佳了吼，啊身份无啥会符合，啊，即个是伊去参加罪人的宴席，今仔日伊来参加法利赛人的宴席。法利赛人就是社会的2个阶层无共款，路加一直强调讲即个西门是法利赛人。到底法利赛人伫圣经内底，咱定咧听，伊是代表什么款的人？简单来介绍法利赛人，以及耶稣时代的4个犹太人是政教合一啦吼，宗教甲政治是合一的。啊，因经历过联合王国、分裂王国了，国家袂无互掠去巴比伦，佫倒转来了，因的宗教啊，因的社会就发展出。大概伫耶稣的时代，有即4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人甲分类党。啊，爱色尼人甲分类党是光谱的2端吼。爱色尼人的你今仔日若去看死海建筑，因这是修道主义的吼，因无爱甲即个罪恶的世间做伙，所以爱色尼人因家己一个社区啊，伫遐抄写圣经，就留落今仔日的死海建筑。你今仔日若去死海边啊，还佫看爱色尼人的社区。因咧甲社会都无较迄落，啊，分类党当然就是较用武力的独立运动的，啊，耶稣的学生中间有一个分类党，总是较大的派别就是法利赛甲撒都该2种的伫社会上较迄个，迄是种信仰的表达。法利赛人是受了，佫倒转来了后，一个政党，一个社会运动，也是一个信仰的流派。伊的法利赛。意思就分离啦，分离出来，阮国家会受到遮尔大的灾难，国家拢袂无去。咱是上帝的选民啊，今仔日咱变做安尼，就是咱甲即个社会、甲即个世界同流合污啊啦。所以法利赛人就阮爱分别出来，严格遵守旧约，啊，才有法主义啊，保持。所以因一礼拜禁食几摆都爱安那祈祷安那进济，然后发展一个安好日，你毋通行几步，毋通安那顶食，即法利赛人，咱爱分别出来，咱甲
世俗人甲外口的人无共款啊！即、个今仔日即个法利赛，就是今仔日犹太人来比吼，也个迄个今仔犹太教大部分法利赛人延续到今仔犹太教是讲做一个主流。撒都该人因的差别，甲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咱即马都无听到，因为圣殿拢毁袂掉啊吼。伫耶稣的时代有几个差别，就是撒都该人伊是较活伫罗马的即个政权的，所以伫社会是贵族，是祭司，是宗教领袖。总是因为法利赛人因遵行摩西律法，较得到一般普遍的，所以社会地位也无真共。第二就是撒都该人当然赞成希腊化，若是法利赛人感觉咱是上帝选民，咱有咱的独特。第三伫宗教上就是撒都该人因为是祭司，因强调祭典，强调圣殿的敬拜。法利赛人感觉讲，阮就是遵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这会册爱来迄个，对律法的解说也是共款甲应用。撒都该人承认摩西五经，总是法利赛人也包括一寡口传的，因家己设一寡律例，亲像安息日清气的条例等等，这法利赛人拢有遵守。所以撒都该人敢若少部分感觉这有成文的律法，阮才安尼来做。因较大的无共就是法利赛人相信国活，撒都该人毋相信有国活，这个大概是因的差别。我想今仔日耶稣是有邀请去参加这个宴席。咱一般要请人客，应该有几个理由啦，我的生日啦、结婚纪念日、欢喜的事啦、新年啦、感恩节，大家做伙来迄落。老朋友足久无见面，咱做伙食饭者，是讲我有代志拜托你，来敲代志，所以咱来食一个饭。为着搁较相亲，拢毋捌看过，无来相亲食一个饭，熟悉，恁看后摆咱家己去发展，看我都发展做到婚姻的关系无？是要寻财也好，是讲为着敢若培养感情等等遮。当然，遮拢是较好意思，嘛有迄个鸿门宴吼。今仔日请你来食饭是别有用心的吼，有各种的迄个背后的即种的拍算。你看西门请耶稣到底是甚物款的理由？大概照伊的表现看起来，无可能是好意的啦吼。一个真无诚恳，甚至连耶稣都感受到讲，哇，你安尼表现了伤高姿态吼。即个庄卡的必来到即个城市，迄个城在甚物所在？伊无安排人伫门口来侍奉、来接待、来洗骹。当时是每一个家庭穿迄个凉鞋伫迄种风杯刷真侪土来到人兜的时阵，迄是基本的礼貌。若毋是萝卜请的仆人伫遐做，就是主人家己伫遐亲身来互即个来到门口的即个贵宾会通穿骹，互伊舒服，会通较清气入到厝内。伊无用通常咱看阿拉伯人、犹太人，因咧见面嘛是拢有拥抱，有亲嘴来请安，即个西文耶稣来时阵拢无遮一般，敢若一般上平常的请安问候拢无。当然较尊敬的，感觉讲我实在是足欢迎你来到阮兜，互阮兜蓬荜生辉。我特别搁准备一个香油，甲你抹头壳，互你香，来尊迎你。这完全拢无做到这个所在。耶稣感受到这个是无成，伊踏入了一个鸿门宴吼，可能是怀有敌意，毋知为着甚物。我家己咧想啦，因即个西门是安怎请耶稣啦？吼，西门到底是为着甚物理由？迄个城市若毋是真水，因兜咧请人客，大家拢知影。无就是即个西门故意放消息的。所以为什么迄个有做福人人社会阶层拢无相像？伊嘛知影讲，我今仔日迄个法利赛人西门因兜咧请耶稣。所以有时吼，有个人请人客，还佫有即种的目的，就是讲，我请即个贵宾，表示我交友广阔，我有遮尔侪朋友，我伫社会有遮尔侪生。所以伊事实上伊请耶稣无一点仔好意思，若毋是为着伊家己，就是为着要找耶稣的空旁。
总是即个宴席规个变调去吼，无照西文所期待啦吼。毋知食到什物时阵，忽然间一个讲拄当城内有一个歹妇人人，啊毋知为倒去听着讲法利赛人咧请耶稣，所以就带香油的玉罐来，他是有备而来，毋是临时起意的吼。徛伫耶稣的后面，我伊的骹咧踢脚，有目屎淡地淡吼，伊的骹就用头毛切伊。咱甲迄个文字甲伊影像化，你去想迄个情形。当然，我头前有用一个图啦吼。犹太人食刀，毋是咱即摆坐伫刀顶撞伫刀骹迄种的情形，因是安尼，小可半提刀所以伊才有法度通挖伫耶稣的骹伫迄个后壁。迄敢若日本人咧食迄种的刀骹尾藏伫后壁伫遐咧食饭，佫直接浸伊的骹用香油。即个圣经写甲真出歹妇人人，因为伊会伫即个城名声真歹，伊听到安尼，伊准备玉罐香油来到遮，然后伫迄个所在做迄个动作，旁若无人，伊也无咧插西文，也无咧插其他的人，伊伫迄个所在抒发伊对耶稣迄种的感情。社会看讲这是歹妇人人，伫迄个时代啦吼。我咧想讲，这歹是安怎歹？是毋是讲迄个共抢人的翁啦，做人的小三？有时咱伫庄口会听到这个声音，讲歹妇人人去共勾引人其太重，也是讲伊是一个性工作者，也是讲伊共倒回啊？有可能啦，逐项拢有可能。圣经无甲咱讲为什么即个妇人人，互社会认为是歹的妇人人。总是咱看见，主要圣经互咱的资料真少，咱伊安怎去捌主耶稣，听到伊的名声，伫什么伊甲耶稣有什么款的关系？总是咱圣经互咱看见，讲伊的动作，伊啊流目屎流到有法度地淡迄骹骨啊，迄毋知流到偌凄惨，佮用头毛伫遐切，用喙来จิ้伊的骹，用迄落，伊对耶稣做这个动作，没有一句话。伊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社会批判，敢若一项就是讲，这一刻太宝贵了，这个时间太宝贵啊！我会通真情伫一个会通了解我、会通接纳我、无批判我的耶稣的骹的抒发我的感情。我想迄刻吼，迄刻伫即个妇人人，伊敢若目睭敢若耶稣尔。无其他的，袂想讲我即个出去了，毋知各方批判到偌严重咧。无一定已经关系讲我著互恁定位，互恁认真讲我是歹妇人人，过仔歹嘛袂过仔歹啊，随在恁去讲，伊应该去考虑到遮个。总是伊知影讲，要拄着耶稣有即个机会来表达我对伊的感情，我是一个被接纳的罪人，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伊绝对好准备好势来享受即个时刻。当然，毋是主人即个宴席是西门是主人伊是一个讲咱讲来乱场的嘛。我无资格甲主坐共桌，我无资格甲伊亲嘴，甲伊拥抱。我无资格伫主的头壳顶来抹伊。我听好做的，就是干安尼尔。这是何等的谦卑！就是咱看见一个受社会、受人排斥的罪人，伫主的面前、伫骹前来得到接纳。西门的反应，我想这可能也是我的反应。如果我在场的时阵，你会感觉不成体统啊？咱会感觉这个，特别我若捌迄个妇人人，我真有可能感觉真厌恶啦、轻视啦。你讲你是歹妇人人，你即摆做这个动作，敢袂阁互人甲你搁较看轻嘛？西门共款，西门伊感觉讲这是，今仔我主人，你今仔做这个动作，你来闹什么场啦？然后伊心内家己想，主是创造的上帝，伊知影伊心内安怎咧想。
西文讲，这毋是咧尊重耶稣啦，这是你叫绑垃圾去啊，互绑着你就垃圾人啊。你若先知，你就知影讲，互绑着毋是公营，是见效，是你爱紧甲拨走。我想，这个就是咱自我良好、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性。咱感觉咱拢比别人较高尚，自以为意的人性。有时也是安尼，若咱家己做无够吼，咱无做遐个动作，咱别人做吼，替咱做吼，咱心内不是滋味，讲做迄无路用啦，做遐个动作，咱去嫉妒又怨恨遐个，咱做无够啊，人做较够的人。所以耶稣讲即个故事，咱最近拢讲债主啊，甲债权人甲债务人得到赦免的代志。耶稣讲一个500，一个50，咱到底倒一个才会较感谢？伊讲当然是迄个，本来是房贷还阁3000万，忽然间土地银行甲你讲你免交啊，也是讲我都已经交啊，剩100外万啊，变袂着。你想倒一个较感谢土地银行？我3000万的一个规拢轻啊。总是迄个，你想讲迄个得到赦免较少的人，伊敢会感谢尔？然后我的人性讲，要知我嘛少较济咧。这少得现甲100万，你这代志稳定，你毋着较早迄个，我若阁欠你4000万，我阁较感谢。我想咱人性拢是安尼啦，比伫上帝面前，你不管欠50还是500。我们都没有能力去隐藏在西文社会讲是义人，歹福音人，社会讲是歹人，所以伫上帝面前拢是欠债的人，拢是亏欠上帝眼光的啊！咱无法度用咱这种有罪的身份来到公义上帝面前。咱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王子讲，我想咱看当时的婚礼。是遐尼啊，互人欣羡，总是无偌久，即个甲王室的迄个关系，到底你安怎看？真正婚姻的中间，从此就过幸福美满日子，就是敢若童话才有嘛？咱敢有可能去扭转即种的情况？有人讲即个梅根就是麻雀变凤凰吼，攀到皇室，总是今仔日到这王室。这中间足侪问题啦，伊甲迄个种族的问题，伫全世界上敏感啊、上无法度通去讲的问题，甲伊搬上台面。即个哈利讲因老爸歹接伊的电话啦，讲迄凯特王迄个王妃甲欺负啦，等等，家务事很多啦。今仔日即个代志安尼继续发展，所以我感觉女王的反应是真得体啦吼。当然伊拢经过想的啦吼。对伫即个环境内底，你就是爱承受这压力啦吼。伊感觉讲对因即对少年夫妇的经历，感觉真难过。白宫的反应，他就讲说出来需要勇气啦。伊感觉我伫即个王室，当然看事情各种角度来迄个。我想迄个妇人人要表现出来，真正嘛是需要勇气。今仔日已经脱离去住到三大巴巴。到底因会听有法度通帮助因来面对过落去，不管是美国甲英国真无共款的反应，因将来要安怎行，这拢是需要因搁较侪会听彼此会听来扶持。而且因为咱讲咱的软弱，伫上帝面前承认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吼，是需要勇气。做出来搁较是需要勇气。可能咱今仔日甲西方人真在乎世间人的评价，甲你学乐，甲你辩，咱拢会在乎啦。总是咱是毋是会通学习即个妇人人讲，只要有主的赦免，伊会了解，伊会接纳，我就有够业。我想保罗就是即种的经验，伊就腓立比书3章70讲，我以前感觉真重要，世间人甲我肯定，世间人甲我学乐，互我会通有地位、名声、钱在遮。总今仔日。我若去担着赦罪滋味，我今日若得到上帝接纳，即个可能是我上重要的，所以我甲以前看作重要
拢看做粪扫。我今仔来得到耶稣基督就会好势，疼、也坎、罪过。耶稣讲，即个福音人，伊疼主，疼尔多，伊所有罪过拢受也坎。社会认定讲法利赛人离天国较近啦，伊的道德、伊的行为各方面，互人钦佩，互人学乐，总是伊是离天国上远的。伊的距离确实上远的。所以彼得前书4章8节，对上帝是安尼，夫妇中间嘛是安尼，教会兄弟姊妹嘛是安尼，听会通也较罪过，因为我听你。你所，互我感觉受到伤害，我愿意来赦免，我愿意来包容。所以，本来是距离上远的即个福音人，今仔日你通平安倒转，你一切罪拢赦免，因为疼，互距离拢缩短。所以今仔日咱的反省就是。我若伫西文的演社，我的反应是，亲像西文，也是周围咧看的人。我是毋是感觉家己伤高尚，看见别人？我是毋真紧会共贴标签，迄个是歹的福音人，迄个是甚物款的人？我是毋是伤容易批评人？主耶稣讲，我真爱甲恁坐倒。启示录讲，我徛伫门外拍门，我问诚做你餐厅的宾客，我要甲伊相甲食。伊真望伊进入伫你的家庭，伫咱的关系，伫咱的教会内底，你愿意开门无吼？啊，你若开门了后，你是用甚物款的态度去接待伊？随常我咧感觉，咱们教会逐礼拜伫遮办一个宴社，要来招待主，要来敬拜主。今仔日咱是亲像西文的态度，安尼来讲应付，我都已经惯势啊，来请你。也是咱真正是伫遮用咱的心灵诚实来尊重主耶稣，来甲伊建立更较深的关系。望咱通过歹福音人甲即个来学习，听主更较多，因为咱是得到恩典的人。咱做伙用即个金句吼来做今日结束。因为众人已经犯罪，上帝荣光得无着。但为着伊的恩典，白白得到称作义，对着基督耶稣的赎回，罗马3章23、24节，这个十字架就是为着要赎回上帝甲咱的关系。望咱听伊搁较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通过西文的演社，搁一届来学习，来反省阮家己对主你的关系。主啊，阮亲像即个有罪的妇人人，虽然阮定定感觉家己真好，恳求你用你的圣心光照阮，互阮知影阮的不堪，互阮知影阮是得到上帝你赦罪恩典的人。望阮听你的迄个疼哪来哪大，也恳求你帮助阮好好经营阮所有的关系，不管是夫妇同事、教会兄弟姊妹，阮甲囝儿的关系等等，拢会通用疼。伫迄个所在来做基础，来伫迄个中间，互疼来掠砍做过失，做罪过。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怜悯阮，帮助阮，用圣神来扶持阮，互阮搁较疼你，搁较疼人。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诗609首，伫主听堂内面，请起立。
接续奉献，请雷静雅执事甲戴成宽执事。请起立。请坐。报告。第一，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后请留来继续交陪。第二，今仔日真欢喜，邀请亚东剧团来到阮的当中。欢迎林纯新团的代表这个亚东剧团来请安报告。张牧师、薛牧师、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吼，有这个时间会当来教会。我介绍一下自己。今天来到教会，感触很深，因为我的阿公是张德煌长老，那我的妈妈是高美玲老师。那爸爸妈妈结婚的时阵是欧博苏证婚的。那看到那个下面4姐妹，我是那个短头发的国小2年级的小朋友，所以47年就这样过去了。好，那我现在呢是在亚东剧团全时间服侍33年。那刚开始剧团是一个学生团契开始，所以是在1980年。那因为我们就是到很多地方演出的时候。譬如说文化中心，它一定要有这个剧团的执照，所以我们就是在1988年，我们就申请了剧团的执照。那我们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这节经文，诸般的智慧传福音，我们是用戏剧来传福音。对我们来讲，不是表演，而是献祭，在上帝的面前，把福音的这个内容传达出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到目前为止，剧团里面已经超过40个，在各个宗派牧养，除了台湾北中南之外，还有海外，这些都是学长姐、学弟妹。那我目前到28个国家，用国语、台语、广东话跟英文演出。那因为我们原本在板桥，实在是多灾多难我们就是遇到这些水灾、白蚁灾、老鼠灾有时候水灾1周就3次，135水灾，然后246清洁那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上帝带我们到桃园中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换到其他的城市，就进驻在圣德基督学院里面那这个地方其实不远，坐高铁的话，从台北到桃园19分钟然后有接驳车。直接到我们这个剧场，那我们就是把圣德的这个礼堂、学生礼堂改建成一个剧院，基督徒的一个剧场。191，因为有位置191个，那国语的话191，台语的话191，英文的话 enjoy， 就是在享受上帝的救恩的剧场，就是摆明传福音、演圣经剧、演福音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3个目标，地幕剧就是一直不断的演出，另外就是培训，还有就是拍摄一些影片，可以到更多的角落。好，那我们就不同的形式，有国小的校长带着学生来，我们就演这个小朋友的剧。那还有这教会里面年长的牧区的来，还有儿童主日学的来到这里。
另外就是野外崇拜，好，这是三光长老教会，带着这些未信者的这些福音朋友来。当年看完戏，在12月就有60几个决志，好，那是牧师很开心的告诉我们的。那还有就是有年长的200个，这个属于松联大学的，好，他们都是80%以上都还没有信主，来到这边看福音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外展到这个荣民之家，还有就是监所，好，有男监女监。我们很感动的是，我们在带祷告的时候，举手最多的竟然是要邀请耶稣进到心里面。好，那学校的这些孩子看这个生命教育的戏也是非常的感动。但是去年我们就又面临了一波，好，这个不容易，因为30几场取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重创。但是没有想到变成3路人马一队到美加，好，就是美东地区，另外是中西部也在美国，另外还有台湾。好像这个疫情的逼迫来的时候，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刚好3月18，好，所以其实是美国很大的爆发的时候，真的很奇妙，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安全的回来。那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感动，就是要寄这个布口罩，因为美国他们说有钱也买不到口罩，是非常恐慌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剧团来讲，经济其实是非常的走到低谷，但是上帝要我们要做这个事情，那就是美国、法国，一直到去年11月最后一批非洲寄这些口罩出去。我们就是经历到这段经文，就是给出去，让上帝自己来养我们、供应我们，也感动弟兄姐妹支持我们的事工。所以后半年我们就有在剧场演出，就是观众都要戴口罩。好，那我们这个剧场的下面有一个3棵树餐厅，其实就是一个协谈很好的地方。很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受感动，或者有一些亲子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活动。那为什么有这些餐食出现？是因为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居家检疫，我们同工为了预备我们的食物，就非常研发很多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食物来服侍。所以这个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那我们也好多的福音剧，我们放到 YouTube channel 上面，很多人得到帮助，特别是圣经剧哈。那还有这个就是租借戏服，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戏服，我们可以算很便宜来提供给教会。那4月份有这出圣经剧，就是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不义的官，好，这个戏也是很多人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这是第5种语言，客家语。好，上帝就是让我们要去接近人，我们就是感受到，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是不要停下来传福音。今天我们有带一些义卖的产品，也谢谢嘉伦哈，前面几天就帮我这个传递，所以有一些人已经订了。那我们这个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一颗一颗做的，手做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在这样传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向政府申请经费，可是政府的官员有私底下告诉我们，把上帝拿掉，把福音拿掉，我就补助你们经费。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听他们的，我们知道上帝会，这是预备各样的环境跟人来让亚东继续走下去。所以目前亚东跟前身的学生团契加起来已经40几年。盼望阿公的教会能够支持亚东剧团，谢谢。谢谢，多谢林团队的分享。接续第3儿童主日学，今仔日要去乌来泰雅巴来部落春游，请会友大岛平安回来。第4，为准备国外节赞美的礼拜，圣歌队礼拜后都爱加班练唱，请圣歌队留步。接续有2个比赛，伫阮教会即个时间拢有网球甲桌球的比赛，分别伫后礼拜六3月20是网球，4月初4国外节主日的下晡1点。是桌球比赛，请欢迎会友来参加运动。第7，圣礼典
安排伫3月28总数主日，若有要洗礼也是信仰个别的兄弟，请向张牧师报名。第8，第2期的事工预定表，请各团体伫3月23礼拜2进前，提交至办公室。第9，成人主日学，伫4月12日至5月30日，逐礼拜日的9点半到10点半，有开设一个专题课程，内容是使徒行传，主讲是陈怡安姐妹，请有兴趣的用黄干事报名。第10，下节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双园教会的陈怡志牧师要代表新学院来请安，阮的张牧师嘛会去双园教会正道。团契消息甲教界消息，来倒的事项，请会友家己读。这是咱来平安礼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圣诗561首，赐阮智慧甲气力，唱第一节甲第2节就好啊。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他，
圣神的相通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交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倒，闭会。亚东剧团因咱有义卖吼，义卖来甲因 support， 义卖物件摆伫迄个电梯边啊，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迄个所在，请咱会通去看卖者，看你的需要，用甲因购买因的义卖品来甲因支持因的事工吼。也请大家尽量报名网球啦吼，网球比赛甲拜六以及桌球吼，桌球同乐啦吼，请大家尽量。甲调技师，甲保山啊，甲因报名吼。